归顺本王吧。本王可以给你黄金，给你草原上最美丽的女人，让你攻城略地，成为这草原叱咤的雄鹰。方某从军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更何况你说的这些？你自是视死如归，但是你手下的将士和甲满人未必不怕死。来人，把他们拉下去。等等。有意思，一个大征人，居然知道咱们草原的规矩。小个子，你可知道要挑战本王是要有彩头的？我若输了，我便归顺幼王；幼王若输了，便放了我跟我的兄弟们。好。幼王是想用武器呢，还是赤手空拳？本王看你身形孱弱，便准你用匕首，本王赤手空拳。王，此人狡诈，切不可。你若是输了，便归顺本王；若是你侥幸赢了，你走，或者战俘走，只能二选其一。若我赢了，王便放了我的兄弟和甲满人。下起来！果然是我看中的雄鹰。该兑现你的承诺了。我会放这些战俘和甲满人离开兰兹城，但不是现在。什么意思？比试之时并未说即刻放人，为避免造成营中混乱，这些战俘和甲满人必须分批放行。你若是不怕他们死，就再反抗试试。你言而无信。好刀还是要用好钢炼。把他给我押入囚牢，记住，单独关押。是。